弥陀佛，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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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
弥陀佛，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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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
下为高基书记高度万语大悲求千千女别我是人不该是大阿罗汉将所地谢中那些离佛摩诃无见力摩诃迦叶摩诃迦叶摩诃不依而离波得九离梵得揭然得阿然得了有了调梵波提宾调如波罗对伽流得以摩诃迦宾那婆古罗阿了了得如是定诸大地诸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疏利法王诸阿耶得菩萨天得阿提菩萨相见见菩萨一如是定诸大菩萨吉谢提观音定无量诸天大将不离是佛告雕那下离佛将是世方各界百业佛他有世界变化揭罗基他有佛阿弥陀经现在说法下离佛毗陀诃告变为揭罗基个将相无有将可但修诸罗告变揭罗有下离佛揭罗高头七条难顺七条乐王七条行数该是诸佛就在为了是个彼个变为揭罗有下离佛揭罗高头有七八提八空跌水将万其中地地顺已经沙菩提诸遍该得经言琉璃波罗哈先相有六个有一经言琉璃波罗依故下诸马老离安歇其地中莲花大如基轮清谢清光红谢红光下谢下光北谢北光微妙用给下离佛揭罗高头显就如是光碟中央有下离佛彼佛高头上座天个红经为地丢呀了是无天满得了花其他将心相依相但各一个性教妙花中用他红是吧耶摩揭一切是幻得本果万事经天下离佛得个特先就如是公业中央有下离佛彼个相有种种奇妙在学奇妙别何空笑因无
心所依假合彼佛歌错无三恶德下利佛彼佛歌错上无恶德机名何恒有时自主将了解是阿弥陀佛有灵化音酸流变化所作下利佛彼佛歌错彼风吹动诸波行识彼佛乐王出微妙音譬如百千将阿东西故则闻悉天家出人该心念佛念法念经即心下利佛彼佛歌错宣就如是功德中央下利佛彼如意问何彼佛何歌何阿弥陀下利佛彼佛功名无量教是恒歌无所障碍是歌何为阿弥陀有下利佛彼佛修遍积极人面无量无边阿精义家高名阿弥陀下利佛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是将有下利佛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地主该阿罗汉为是算所之所念的诸菩萨将耶和如是下利佛彼佛歌错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下利佛耶乐歌错将心性假该是阿弥法地其中头有一声波斯其所行德为是算所念的但可以无量无边阿精其所下利佛将声闻假应当花万声彼个所依假何定彼如是土相善业故会一处下利佛不可以消善根何得因缘得生彼个下利佛有善男子善女缘闻说阿弥陀佛知其名何一日六日六三日六四日六五日六六日六七日一心不乱彼面临面将是阿弥陀佛一诸圣教现在其前人将是心不定得贴贴往生阿弥陀佛结乐高错下利佛我见是利高刷出缘了有将生闻是刷者应当花完成彼高错下利佛如我见者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有阿丘比佛苏弥相佛盖苏弥佛苏弥供佛妙严佛如是定平和尚所诸佛高一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佛，南方世界有利我定佛，名闻供佛，大阳见佛，须弥定佛，无量见解佛，如是定何萨所诸佛，高一其功德功中世上遍三千大千世界，所行是愿如定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佛，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等佛，大光佛，大明佛，无上佛，金刚佛，如是定何萨所诸佛，高一其功德功中世上遍三千大千世界，所行是愿如定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佛，八方世界有阳间佛，最胜愿佛，但诸佛离仙佛，光明佛，如是定何萨所诸佛，高一其功德功中世上遍三千大千世界，所行是愿如定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佛，下方世界有所诸佛，名闻佛，名供佛，大佛法等佛，其法佛，如是定何萨所诸佛，高一其功德功中世上遍三千大千世界，所行是愿如定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佛，上方世界有幻应佛，小王佛，用上佛，用光佛，大阳见佛，谢波华阳谢佛，萨罗苏王佛，波华蝶佛，见一切义佛，如苏弥山佛，如是定何萨所诸佛，高一其功德功中世上遍三千大千世界，所行是愿如定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佛，一如意云何故，因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佛，了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以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该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该得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佛，如定该当信受我于劫诸佛所说，舍利佛有以花愿金花愿灯花愿，有心阿弥陀佛。
高假须诸人顶，该地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高头了一心，愿先有东先是故，舍利弗，善当知善如理，若有信者，应当发愿，成彼高头，舍利弗，如我今者，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顶也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彼诸誓愿释迦牟尼佛，能为现代已有其数。萨婆诃初我者阿世迦者见者烦恼者众生者名者定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需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舍利弗，当知我以我者阿世行数难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所数难信之法，是为现难菩萨出经义。舍利弗，以诸比丘，一切世间天界阿修罗的闻佛所说欢喜信受，热意其佛说阿弥陀经，我一切业障尽本地心尽超得了你。南无阿弥陀佛。
า
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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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诸佛菩萨、护法龙天、诸天齐兰菩萨、师父上人、各位师父，在座的莲友，还有线上共修的莲友，阿弥陀佛。今天是报恩活山的第2天晚上，我们请法智师父来跟大家分享。我相信法智师父这一阵子在会客室，经历的事情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事情，他的感受也很深。请法智师父。诸佛菩萨、护法龙天、师父、师公，还有2位师叔，还有各位莲友，阿弥陀佛。我先跟大家报告哈，就是我的母亲哈，就是我的老师父，他出家将近50年，那他是在这个3月25号的时候呢圆寂。那我记得是在3年前哈，就有善知识跟我说呢，老师父的寿命呢，应该就是只剩下3年，这是3年前就有跟我提醒。然后呢，在这个就是几次的住院哈，就是在2年多前哈，他就是开始就是陆续的从确诊，那髋关骨呢就是换这个断掉哈，然后就是再换这个髋关节，到这个心脏做这个支架等等的住院，这样子进进出出呢，就记得有善知识呢就跟我说呢，你老师父呢，不应该是这样子在医院呢，这样急救啦，或者是这样病痛呢折磨而死的，他应该是会善终。这是也是在1-2年前呢，就有跟我这样子说。那在这个过年前呢，就是我的父亲，我往生的父亲呢，他就跟我说呢，你妈妈的寿命呢，可能也是差不多了。那因为呢，他每天呢念佛很精进之前他身体比较好的时候呢，他每天大概念佛都是念7-8万声的佛号，所以每天都很认真的在念佛，也想要求生净土。那他就是跟我说，你妈妈呢应该会很好走，那就是到时候呢，他也想说跟我妈妈一起呢，能够这样子上去哈。这个是过年前跟我讲，所以呢，我过年前呢，就有赶快回去一趟哈，探望他。因为最主要呢，我是要跟他提醒说呢，我们那个一辈子哈的这个念佛呢，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信心不要害怕。就是还有就是跟他讲说，如果说周遭的师兄弟呢，或者是说这些一些眷属呢，有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全然放下，那个人有个人的因缘我们就是一心念佛，这个是我过年前呢，主要回去呢跟他一起这个探讨的这个问题。那他是跟我说，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然后他也有跟我提到说，子孙呢都有子孙自己呢，各自修的累世呢自己修的善恶因缘，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这个子孙的善恶因缘，所以他也看得很开。所以他说我们呢不能对眷属呢有任何的执念，这个是他回头呢来跟我说的。他说真的要好好的念佛。然后他还跟我说呢，还好，因为他就是不识字嘛所以说他说还好我这辈子还有这句佛号让我这样子念。他说我也没有跟人家一样看什么电视啊，看手机啊，什么都没有看，我就是一心念佛，还有这句佛号陪伴我一生。这个是他在过年前的时候呢跟我说的话。那这一次呢就是在他圆寂前的5天我的家人呢又跟我通知说他现在的心脏呢又出问题了，然后是否要送医院。结果我的老师父呢他坚持呢，这次他就坚持不要送医院。那我后来就是在寺里面的一些工作呢完成了以后呢，我这是在前3天的时候就回去。那我要再回去之前呢，我就在佛前跟佛菩萨禀告，我说我这次回去呢，我不是只是为了我的母亲，我相信呢她现在呢这样子的病痛呢这样子的生病呢，一定有很多的冤亲债主，或者是他伤害的一切众生或求解脱的众生呢，很痛苦。我希望呢，能够借着我这次回去呢，能够希望让这些众生呢，能够离苦得乐。因为呢，我觉得说我今天身为一个出家人，我不应该偏私，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说，我不能只想到我的母亲。我一定要想到所伤害的这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我就这样子就很顺利的就回去了。那我回去的时候，因为他是住在寺里面那是请一个外劳在帮忙照顾，就是寺里面的请的这个外劳。那因为这个外劳呢，他还有兼职，就是要煮饭。所以说也不是全程在照顾我的老师父。所以当我回去的时候呢，他自己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面念佛。然后我回去，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他说台语啦，他说我真欢喜你回来，我很高兴你回来。”那时候呢，其实我要回去的时候，心里隐约也是觉得说，可能日子也是不多，所以我本来是想说要把海青皮衣我自己的海青皮衣呢给带着，万一有要用。可是后来我还是先不带了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快我就是从他开始，我回去了以后，他一直排泄就是排便嘛然后到吃不下饭。就是最后就只有吃一点点，最后一餐就是我回去的第1天，他就是很急速的无力，就开始没有力气，然后再来接下来就是吃不下饭，都吃不下。那到了那天晚上的时候呢，刚开始12点的时候他还能够吞咽，那到4点多的时候，我发现他已经没有办法吞咽了，我弄水给他喝他已经失去那个功能了。所以说我们的那个6根就是我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原来我们一个人要临命终前呢，我们的6根它会慢慢的从某一个部分，像他就是先从这个咽喉，他开始不能讲话，然后你叫他，他也没办法跟你回应，可是他的手脚跟他的手脚还能够动，那渐渐的手也不能动，最后是脚呢也不能动，最后只剩下呼吸，就这样子走。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体会很深哈。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跟我回应了。那我有发现说，他有皱眉头，然后呼吸很急促，好，就是那种没有办法呼吸的那种痛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老师父，你一生呢，念佛，你想要求生净土，相信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你。我就是要安他的心呐，哈。我说你要跟着我念佛哦。然后他的血氧呢，我跟他测的时候，心跳是30嘛，那血氧呢就是从77，然后我陪着他一路念佛哈，那个血氧就很快的一直跳到92，好，就是我们念佛，他心安定下来了以后，血氧能够从77，然后跳到这个92，好，那后来呢，我们是想说，我们也不确定说，我们不是专业医师啦，也不晓得说他到底是不是还有那个生存的那个几率啦，哈。所以后来我就叫了这个救护车，在凌晨4点多的时候，我就叫了救护车，然后把他送到医院。那我的三哥呢，就跟我呢，就一起到医院。那医生呢，就问我们说：“你们要急救吗？”那因为我老师父呢，在生前呢，他不断的跟我的这些哥哥们哈，跟这些眷属呢，有交代说，我如果最后的时候呢，不要跟我急救，好，所以说他都有交代好。然后还有呢，因为他之前他有进出这个加护病房哈，曾经被手脚绑起来过哈，所以他很害怕。好，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进加护病房的我们的家属也很清楚，他不太愿意。那我们就跟医生说呢，我们都不做侵入性的治疗，好，我们就是希望说看能不能比较舒服的。然后医生呢，就跟我们说，如果说你们都不做任何的治疗的话呢，依他的状况，你们心里要有准备啦，好，就是等于不久了。所以我们就很清楚说，在医疗方面，他是等于是要等待的这个阶段，好，我们很清楚。所以后来呢，我们就送他回到寺里面。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体会到一个很深的问题哈，就是我的眷属里面呢，也有没有真正学佛的哦。当然，如果说我们在他旁边念佛，他会很安心。可是我的眷属里面知道，我的老师父即将往生啊。他后来我那天告别式算一算，总共34位，连曾孙哈，我们的所有眷属哈，34位嘞。好，所以在这里面呢，有那个没有学佛的，那也没有学佛的呢，我就会过来说，他们都叫妈妈，他们不会叫他师父啦。我说妈，我是谁啦？哈，然后这个是谁来看你啦？那就是讲一些这些话的时候呢，我老师父心脏就会开始喘得很急，喘得很急。然后当下我就跟我老师父说：“你一生念佛哈，你一世人哈念佛咯哈，咱即马就是拢爱挖靠阿弥陀佛咯。你对我念佛，其他你都莫听，其他的你不要听了。好，你就跟着我念佛就对了。好，所以这就是在他起伏的时候，我就劝他，然后让他安定下来，他就安定下来，又念佛。那在这个当中，因为这个人在临终之前呢，也是会有一些这种病痛的起伏啦。可是我在想，应该就是冤亲债主，有的时候也是会来干扰他啦哈。所以在这当中呢，他有的时候会突然间呼吸很急促，然后就是眉头皱起来，就是很难受。然后那时候呢，我就跟他说：“老师父，你一世人念佛咯，阿弥陀佛一定会放光，
阿弥陀佛放光来甲你接引哦，吼，阿弥陀佛放光吼，会来甲你帮忙哦，你放心，你放心，啊，你念佛哦，他就又安定下来。所以我就体会到说，我们一个人在这个时，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自己讲话了，临终前呐，哈，自己已经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旁边如果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有那个善的因缘来跟我们引导呢，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危险，所以这个是我这次这个很深的体悟。所以说我就是在思考说，我们现在呢，大家其实在座有很多都是我们也都有年纪了啦，那就是说我们面对这个临终的这个问题呢，有几个关键的条件呢？我想说用我的经历啦，或者是在会客室也有这种临终的这个长辈有出来求救的，那我就是大概用我的经历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做这个参考。那像这个过程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平时呢积的这个资粮。那什么叫做资粮呢？我曾经在原地呢有分享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一个97岁的老先生，他往生以后，他的一个过程。那这位97岁的老先生呢，当时呢，他一出来的时候，因为他女儿呢，在之前有跟我说，他爸爸之前是心脏衰竭啦，然后就是又是哪里不舒服这样子往生的。那一般依我在处理的经验呢，通常就是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心脏就是心脏会不舒服，或者是说哪里不舒服。结果这个老先生呢，他一出来，我甲问讲你对有艰苦无？伊讲无咧，我干那倒伤久这腰酸酸尔。我讲你哪有可能？恁查某囝甲我讲你是心脏无好安尼走的呢？伊讲我也知，我都我也不知道，我肉体不见了，我就马上不感觉痛了。肉体一不见了，他就那个痛就不在了。那我就说，哎呦，你真的很厉害呢。我说，那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很想知道这个原因是在哪里。后来追问的结果，原来呢跟他的个性有关系。为什么？他平时啦可能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因为这个他97岁了，所以经过这个战乱逃难，从大陆一路逃难到我们台湾来。那在这个逃难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一样都是饥饿嘛，没得吃啦一样就是都是在逃难呐。可是他就是说，他看到那个在逃难的过程当中，他看到有人在他刚好在他要吃东西的时候，旁边好像有比他更饿的、更可怜的，他就很自然的愿意把自己的食物呢分给对方吃。这个是他自然心里面的那种天性的那个善良愿意分给别人家吃。然后呢，他看到那个曝尸就是路边都会死很多人嘛他看到这些人很可怜，他说：“哎呦，那洗底就是死在这样子光秃秃的死在那里，好可怜。”他会想尽办法去找一个什么跟他盖一下，至少希望他能够安息。因为他这样子的福报，就是累积福报他这样子的福报，然后造就呢，后来他的个性是怎么样？人家比如说不如他的意，比如说最后啦最后因为老人家也是要请外劳嘛那个外劳呢煮的东西很难吃，他就想说没关系啦，反正就如果难吃我就少吃一口就好了。
就是他没有把那个对于食物的这种好不好吃，他把他那种执念，他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然后甚至他比较年轻的时候，他的这个太太呢，如果叨念啊，一直念他的时候，他也想说，哦，点的一的，那就是念一念以后，他就也不把它放在心上。好，就是什么事情他比较容易就是放下，不把这些事情放在这个心上。所以因为他的这个心中没有放任何的怨念、计较跟这些执着，所以他在生病的时候，你知道吗？我问他，我说啊，你最后你不是喘不过气来吗？他说，我想说奇怪，我为什么会喘不过气？我只是这样子想而已。你说去管那在拍喘气啦，怎么这么难那个呼吸啦？只是这样子想而已。可是他不会去想说，啊，我这个怎么这么难受啊？那个医护人员怎么这么都不跟我怎么样啊？然后怨谁什么？他都没有。他只是想说，我只是想说，怎么会这么难呼吸？这样子而已。那其他他就不想了。所以他因为在生的时候，他对这个病痛，他知道他痛，可是他没有把这个病痛执着放在这个心上，放很深刻。所以当他一离开他的肉体的时候，病痛就没有了。这个是这个老先生示现的。然后我再讲另外一个，就是也是近期我们一个居士的姐姐，她也是刚往生。那这个老菩萨呢，她出来的时候，当然也是有一点点这个病痛啊，那跟她医治了以后，我就说，哇，你怎么这么好啊？你怎么这么快你就不觉得说你的这个你生前的那个病痛对你呢是一种折磨？这种很就是说对他死后呢，他死了以后，他就觉得说，这个好像已经不造成他的一个威胁了就是不执着在这上面。然后他就是原来他的个性呢也是这样子，他说他就是把这个世间很多事情他看得很透。他说啊，子孙啊，若无要听话，伊就无要听啊，无是要安怎？咱家己都要放下啊。子孙不听话，反正我讲他也不听啊，不听你要怎么办？那我就是要我自己要放下啊，我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啊，变成我自己的烦恼啊。他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也很快的这个离开了这个肉体的痛苦。那我的老师父呢，也是一样，当然他刚出来的时候也是会心脏哪里稍微不舒服，可是就是说对于很多事情，他很快的就是转念了，他不去执着这些事情，病痛或者是这个眷属的这个怎么样的问题，也说凊彩啦，不要紧啦，没有放在心上。所以我归结的一个，我们能否在往生后呢，是不是能够放下，能够解脱呢？第一个条件就是心中不要有垃圾。所谓的垃圾就是计较然后怨恨啊，万分讲什么人对我不好啦，或者是说怨恨那个天道不公啊什么的种种的，就是还有就是法渊师父啊，他后来他走得很洒脱啊，他出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心中没有垃圾才能好走啦，心中若无这个这样多跨界咱若要走较好走啦。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然就是说，我觉得说我从这一次的经历里面，我深刻的体悟到师父的这个我教导我们的这个忏悔法门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之前呢，就是有一个师姐她就是因为身体不太舒服，
他来求救。那求救呢，就是其中就是，出来找他的是他过去曾经猎杀的老虎，这个老虎出来找他。那我们知道这个虎性是很猛烈的嘛，那你说要叫他放下，或者是说放下这个嗔恨心，其实他刚出来的时候是这样，哇，很狰狞的，很生气的，就是意思要我一定要把你弄死的那种感觉啦哈。可是后来呢，在经过这个我们的住持师父我们这样子跟他劝导，跟他劝导，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你要先第一步，你要先解除他的痛苦。所以我们不要先跟他讲道理，他如果他哪里痛，我们请佛菩萨，我们用甘露水啦，用什么用持咒啦希望佛菩萨跟他们给治好。第一步，你像我们人一样啊，我咧破病，我艰苦到要死的时候，你干那一直要跟我讲道理，我听不落去啊，是不是安尼？所以说第一步我们就是先解除他的病痛。好，第二步让他讲出他心中的怨气。你要让他吐气啊，你不能一开始就该阿雷个讲这道理是安怎，不行啊。你先让他吐气。接下来第三个，我们站在他的立场想，我们就跟他讲说，他这样子伤害你，真的是很不对。可是呢，我们在这里是很真诚的，希望呢，你为什么在那一辈子会当老虎，然后这样子被猎杀，你会这么痛苦？在佛菩萨是教导我们说，一定是我们过去生自己有造了什么样的恶业，你才会当老虎啊，被猎杀。那我们是很真诚的希望说，你造的这个恶业的这个种子呢，你是在那一辈子你是被他猎杀哦。可是他如果他跟你忏悔了，他跟你做功课什么，他跟你回向了，他的解除了。可是你的呢？你的部分你还没有解除呢，因为你的过去生，你也有伤害别人啊，所以我们是很真诚的希望你生生世世不要再当老虎，不要再受这样子的果报。那要怎么做呢？就是我们要忏悔自己的种子。你看一看，请佛菩萨让你看一看，你过去生你到底是造了什么业？结果他看到他自己过去生啊，原来啊，我过去啊，当官的时候很喜欢做这个椅子，很喜欢做那个虎皮啊、狼皮那类的啊，所以说他要当了好几世的这个，不止当老虎，还要当狼、当这个熊啊，因为他都做过这样子的皮呀，然后他理解了以后呢，他心就放下来，然后呢，就跟他讲说，其实你只要忏悔，你转念了，你的老虎身就会化掉。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一转念，他说：“对，是我自己要忏悔，我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自己要忏悔，我不是去责怪别人。”他就起了这样子的一个心念了以后，他的老虎身他说：“奇怪，我的老虎身不见了，我就变成人了。”所以说呢，这个部分就是说，这个跟我们的心很有关系。那这个忏悔心呢，是所以他就问我们一句话说：什么叫做罪障？什么叫做罪根？罪障是我们所造的这个业所呈现的这些果报。那罪根呢，是从我们的心你当初你当高官的时候，你很高傲啊，你就是要去做那个，或者是说我为了我贪财，然后我去为了我自己要糊口，为了我自己的名利，然后我们去杀生害命，也是我的贪也是我的贪所以这些如果说我们能够从这个心里面的往自己内心去反省自己的时候，把这个罪根这个心心一转，你看他心一转，老虎身马上就不见了。所以说这个是师父一直在教导我们说，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有很多人呢，常常到会客室，就说啊，我遇到什么样的不公啊，然后是什么样的困境啊，或者是说我的孩子啦，我的先生啊，为什么都这样子不学佛、不吃素啦？然后就是很多的埋怨，就是觉得说都是对方有问题。那其实呢，就是我处理这么多我的体悟是说，其实比如说我们其中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他的多生多世，到底他的善恶业，我们看不清楚他的三世因果呢。所以这个就是我曾经就是跌破我的眼镜，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是因为是精神上的问题，那到最后等于说他也不太清楚，他就是你说要叫他念佛嘛，因为他自己精神已经出问题了，所以你要叫他念佛呢，其实也不太可能。所以当他往生了以后，我自己个人的推断是觉得说，这安尼无清楚安尼走可能是去不好的所在，我这样子推断。结果呢，善知识跟我说，他这一辈子呈现这样子的，就是精神的问题，然后让他这样子去那个安养院这样子，去住安养院这样子这个整个过程，他是在还清他的债务，还清他过去生的一些业障。当他断气的那一刹那的时候，他马上就清醒了，而且他能够跟随在师父上人的身边修行。我们看不清楚说他的背后，他的过去，他到底造了什么样的善恶业？所以我们周遭的这些长辈啦，或者是孩子啦，或者是这些亲人，我们或许觉得说，你今嘛那安尼，你以后你也不好，不一定呢。他的三世因果不晓得是善的种子先成熟，还是恶的种子先成熟，我们不知道呢。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说，我们要先安住我们自己的心。那有我老师父的这个，我陪伴他临走的这个过程呢，我觉得真的平时的这个念佛的练习，念佛真的很重要。因为当他心乱的时候，我们带领他念佛，他平时只要念佛，他心就能够安住下来。你这时候你引领他念佛才有用。如果他平时呢念佛心都还是很乱，定不下来，你再怎么陪他念佛，他还是一样心定不下来。所以说，我们念佛最终还是要让心给安定下来，要稳住，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昨天还前天就是我老师父的这个冤亲债主就出来说话了。他说：“你妈妈能不能顺利的往生？不是她多厉害，是我们这些冤亲债主愿不愿意放下，愿不愿意放过她？这句话很重要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在这个道场，师父教我们能够先消业，能够忏悔业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说，其实那个在这个我老师父临终前，很多的这什么积压啦、冤亲债主很多，他说整个都挤得满满的，在他身旁挤得满满的。他说他本来不要让我回去，要让他呢继续拖继续拖着然后呢，就是会让他全身臭臭的。可是因为呢，我们是说，我不是为了我的母亲而已，我是为了希望说他身旁的冤亲债主能够离苦得乐。他说，我们就是听到你这一句话，才让你回去。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方法。
我们为了我们的亲人，我们为了我们的这些，我们的这些要超度我们的祖先或超度我们的眷属，我们一定要站在他所伤害的冤亲债主，我们要先让他们离苦得乐。然后他又说，他说有啦，你的母亲呢，她在每天晚课了以后呢，她会说啊，是的啦，是的啦，我过去然后伤害众生哈。我甲恁是的，可是他不会回向，因为每一个道场的这个道风不太一样，他们只是说我念佛，我自己念佛，我求生西方。可是很少有人像师父这样子教导我们说，我们念佛，我们要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我们希望冤亲债主跟着我们共乘莲花，能够一起上去。这个观念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他就是差在他念佛。所以我就有一次那个善知识跟我讲说，一个老和尚啊，他说你妈妈念佛哇，她的周遭念得很亮哦，可是她的那个亮都只是在那里，没有分出去呀，所以那个亮就是有局限的。可是我回去跟他讲，这怎么讲？因为那个道场的，我跟他讲了，我就回来了。他们道场的熏习给他的观念就是说，阿的脸部求生西方，然后这些众生的这些把众生放在心上这个问题，他们不强调。所以说这一方面他就没有很积极的去做。所以说这个冤亲债主的这一部分呢，真的是我们要把他们的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得乐的这个心念。所以今天就也有处理一个人的他就说，你只是回向，你只是想到你的父母亲，可是你的父母亲的冤亲，你父母亲现在还是很痛苦呢。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让你父母亲的冤亲债主先离苦得乐。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再来呢，还有一点很重要，这个我有很深刻的体会，因为我曾经听说一辈子念佛念得很精进，可是到最后缘不好。怎么样的缘呢？他念佛很精进，他也想要求生西方，他也觉得说我应该是可以，可是到最后一刻，就像我老师父一样，最后一刻自己没办法讲话啊，是不是？那你要就是变成旁边的人怎么样成为你，有没有成为你的助缘，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哦。就曾经有人，他就一辈子精进念佛，结果当他临终没办法讲话的时候，他的眷属呢七嘴八舌哭闹啦，然后把他送到急救。他其实他生前是有立遗嘱的呢，说我不要急救哦。可是他的眷属因为平时没有学佛，没有这种概念，所以急起来就是急起来转该送去病院，给急救，给插管，给哭闹，结果这样子断气，去不好的地方。然后能够像我老师父这样子的这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这个真的是要平时我们自己要创造的。那怎么创造？当然就是平时我们自己要有那个善缘呐，我们要自己创造那个正缘、跟助缘、跟佛缘。我们平时就要很认真的亲近三宝、亲近佛法，理解这个佛法的道理，然后念佛。然后在技术面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我们都应该要先立一个遗嘱，或者是说一种临终的注意事项。平时就要跟我周遭的人讲清楚。我到时候如果我已经不能讲话的时候不能跟我急救啊，不能跟我哭闹哦，跟我念佛哦。就是要不断的跟他们沟通。因为从我老师父的这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念佛我那些没有学佛的眷属当然他们就是
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们会说啊，我是送啊，来给你看，恁什么孙来给你看啊，安怎？扰乱了他的心。可是至少呢，这些眷属们呢不哭闹。然后在他断气的时候呢，对，我先讲说，我后来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说他的这个呼吸急促因为这些眷属的这些干扰呢，让他的心神其实有一点浮动，所以我就求菩萨，我说菩萨，求求您看看能不能有个因缘他们都回去了，他们全部都回去，只剩下我一个人就好了。因卖伫边啊，好安尼断气，我就这样求了结果就是真的到了因为念佛念到6、7，那一天就是从医院回来的，我们都念了整天嘛，眷属也有的在外面这样晃也晃了整天了。我说啊，你们大家都累了你们赶快回去，你们回去休息我来就好了。就这样跟他们讲。后来他们都回去了，我说你们大家都回去没关系，那个老师傅我来顾就好了。大家都回去了，所以我就很安心的陪着他念佛，然后1个小时我就看他一次，到最后他要断气的时候，真的是很安静，旁边都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就是让他在这个佛号声中这样子断气。那这个缘呢，就是在他断气了以后呢，虽然我的哥哥们有的没学佛可是一旦他往生了一进来我哥哥坐在那边念佛，然后我的嫂嫂进来，眼眶个嘛这样子的然后我3个说不能哭，念佛。这个就是怎么样？我们平时呢要跟我们的眷属呢建立这个观念。念佛一定要念佛，临命终的时阵拢袂使哭，干那使念佛尔。虽然他们没什么学佛，可是他们至少有那个观念。所以当他断气的时候，连我那个嫂子本来一直在那边，每次都牵着他的手说：“妈，我是上啦。”连那位都很安静。这个就是平时呢，你要让那个家属建立这个观念。即使他们不学佛，可是至少你要让他们建立这个临命终这个念佛不哭闹这个概念呢，要建立得很清楚。因为咱唔知咱要断气的迄个时阵是倒一个陪伫咱身躯边啦，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陪在我们身边呢。所以说我们我觉得说这一点呢，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这些种种的呢，我就是说，我结论一下就是说，我觉得说临终的4大原则第一就是我们自己心里面不要放垃圾，现在就要开始学习了。很多事情都是因缘法啦，这个世间要看清楚啦。你讲你说有那个人没有真心待我，你问问我们自己有没有真心？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对这个人很好可是等一下他干嘛一下我们就生气了，我们的心是不是连我们自己的心都在变？你要求别人永远都不变的心吗？所以看破了，卖想求不要求别人对我们多好啦，就是这样子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消业障。讲到这里呢，有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老师傅为什么后来一直不断的一次的进出加护病房，一直生病？有一次，当然这个不是单一的因缘，可是其中有一个因缘，就是什么，真的很准他就是在师父圆寂了以后，他才开始一直生病。那他就是在师父圆寂的时候，他就有听到消息，师父圆寂打电话恁师父才有修行哪会那病到安尼啦？然后他这句口业善知识就跟我提醒。这句口业就变成让自己北干安内了，所以说我们对任何事情，我们看不清楚这个人背后3世的因果，他的多生多世，他造的善恶业到底是什么，我们都不要
千万不要去批评，尤其是出家人，因为我现在不是说我自己是出家人了，我是说这是很真诚的一句话哈。我们今天这个出家人，他就是代表释迦牟尼佛。你恭敬这个出家人，你是恭敬释迦牟尼佛，你不是恭敬这个人。那这个人的行为到底有没有如法，是他的事情。可是我恭敬是从我的心里面恭敬的，是我自己在造我自己的善缘，我自己的佛缘，我自己的正助缘。这样大家有没有理解？好，所以说我们这个口业呢的部分呢，像我刚刚也处理了一个，真的呢，那个光是一句话就可以让自己受那个果报受得很可怕。所以我们不知道前因后果的时候，我们选择把自己的心给照顾好，忙我被恭维，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然后第三个，我们的愿力要很清楚。所以之前呢，就是曾经有那个众生说啊，怎么办呢？我蒙三施食的以后呢，我会再被业风给吹走，我不能留在寺里面呢，因为我的业力的关系，我要被业风给吹走了，怎么办？他就一直哭。我说你要发愿。你发愿，你当初你做什么事情？你发愿说，我生生世世我不再做这些事情了，我不再杀生害命，我不要再吃任何的众生肉，好，然后我不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我不再害人，我不再发脾气。你要发这个大愿。结果后来他发的这个愿，我说这个愿他会支持你，当你要犯的时候，因为你有发这个愿，当你要犯的时候，这个愿王他会出来，他会支持你，他会帮助你。后来等我们门山结束了以后，我就问那个善知识说：“请问这个人有没有被业风吹走啊？”我很关心嘛，我说：“那他还有没有留在寺里面呢？”他说有。所以我就很深信这个愿啊，非常的重要。好，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发善的愿，即使现在还做不到，还是要发愿。好。然后最后就是念佛要专一，我们还是要平时还是要好好的做功课，累积资粮。好，那这个是我今天呢，就是这一阵子啊，我的遇到的一些事情呢，跟大家分享。阿弥陀佛。谢谢法智师父，他把老师父最后面生命的教育搬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前。我相信我们听了以后都很了解，说一个人在往生之前那个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心就会比较安定。那再来就是说，其实今天晚上法智师父他所讲的那些告诉我们的，跟我昨天中午在讲到说我们要身心这个完全连接上。那比方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能不能不要挑剔，嫌这个嫌那个，说煮的好吃不好吃那些，有的吃我们可以维持生命，就已经是很有福报了。而世界上呢，还是有很多地方连吃都吃不饱，连营养都顾不上，那我们还嫌好吃不好吃，那就不对了。比方说今天中午我们有一道菜非常好，那我的意思是跟点座那边的师姐跟他说，那个菜很成功，以后我们可以列入我们的菜单里面。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是谁他花心做的。我说很好，但是觉得好，我是不是天天就期待着，这一道菜要赶快再做了，连这个都是垃圾，何况说我们去嫌弃，当然不可以，对不对？那还有就是说，冤亲债主愿不愿意放下我们，让我们诸事顺遂，
顺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我们平常就要从自己训练起。如果我们有一些事情是不顺遂的，然后我们就搁在心里面，不愿意放下，不愿意放过，你就可以等同去想说，为什么冤亲债主不愿意放过我？他不愿意放下。那我们是不是现在无论什么事情，就学着那位老先生，什么事情都放下，什么事情都看透，不要搁在心里面，制造心里面的障碍、垃圾。从食衣住行当中呢，我们真的都是按照活菩萨教我们的，很用心的、很认真的去对待，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把每一件事情做过以后，我们就让它清空归零。那到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累积的福报，我们所做的功课，都支持我们，让佛菩萨来帮助我们顺利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要求好的缘，我们自己先做起，我们先给跟其他的众生都能够结善缘，那这个缘就一定是会很殊胜、很顺利的。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品尝会32页。地主将定言其前出万步，追求清标，轮回了得。可不得言，因故地下，天光明灯明和坤万公德。一心清凉，九观龙翔，万佛诸地不相念两修。天所相定，不相不信，相公明，万佛齐天，两毛面根。一根观音随机，娑婆三教必须开流，清净中央，空明渺相觉，两我了了定见阿弥陀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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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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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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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势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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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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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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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请长跪33页。愿我临家无将来，阿弥陀佛，愿将愿。
悉佛尊敬佛，阿弥陀如来必定相开心，莲花开诸佛。一心定力，方便行具足，阿弥陀如来解脱相应心，别花开诸佛。一心定力，西方三周陀，阿弥陀如来大行应该心，别花开诸佛。一心定力，西方三周陀，阿弥陀如来心风花红心，别花开诸佛。一心定力，西方安乐佛，高行弥三遍，具一将专用，别花开尊来。一心定力，西方安乐佛，观世音菩萨，满有寂定心，遍花开菩萨摩诃萨。一心定力，西方安乐佛，大势至菩萨，无边光智心，遍花开菩萨摩诃萨。一心定力，西方安乐佛，清净大海中，万分之将心，遍花开成就。祖归佛，当观众前，天开大德，化不相祖归佛，当观众前，天地定中，地归如来。祖归天，当观众前，同理大觉，
国人大为父表师长，凯立结愿亲礼佛参拜。现在者征服延寿，过去者叫声正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小岁所有大将当今将进路救。但念无相信梦魇。阿弥陀佛。请各位莲友将拜垫再堆齐一下。